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三脚来学乐，咱来唱《全然得胜》。秋的思念会困我，我却不惧怕。有主你话语引导我，我就能刚强。遇主难试炼追赶我，我却不惊慌，因我知主你已掌权，平静我风浪。耶稣，我求主带领我，全然的神，让我们用赞美的脚，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，你为我发声，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，主你是我的力量。让我们用赞美的脚，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，你为我发声，我要凭着信心来前往。你呼召我的地方，不再迷惘，全然的神，求你思念会困我，我却不惧怕。有主你话语引导我，我就能刚强。苦难试炼追赶我，我却不惊慌，因我知主你已掌权。平静我风浪，主耶稣，我求主带领我，全然的神，让我们用赞美的脚，求你的城门欢呼听见，你为我发声，我要凭着信心来宣告。主你是我的力量，让我们用赞美的脚，主你的城门欢呼听见，你为我发声，我要凭着信心来前往。你呼召我的地方，让我们用赞美的脚，主你的城门欢呼听见，你为我发声，我要凭着信心来前往。主你是我的力量，让我们用赞美的脚，主你的城门欢呼听见，你为我发声，我要凭着信心来前往。你呼召我的地方，不再迷惘，全然的神，感谢主，接下来咱来唱《此生爱你不渝》。
咱的主永远是遐尼咧疼咱，伊会疼，会甲咱三脚伫地，对只是到永远无尽。咱三个来唱，此生爱你不渝。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间爱，造我、拯救我、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，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是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我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遍传全地。你爱是何等奇妙，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艰难，造我、拯救我、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，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是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然献上给你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遍传全地。唯有此生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。主啊，我们愿跟随你，我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意
将你的爱遍传全地，遍传全地。遍传全地。接续咱来唱《望主听堂手牵你》。当我阮滴滴答来，我的心情又还在。当大风轻微微散，主的手带我来滚我。世间的苦楚拢袂停，我的愿望听天天，随梦是一有心的，主的听叫翅袂反悔。当我阮。当我阮滴滴答来，我的心情又还在。当大风轻微微散，主的手带我来滚我。世间的苦楚拢袂停，我的愿望听天天，随梦是一有心的，主的听叫翅袂反悔。求主的名，月月明屏伊会听，你敢知影主听你，可那亲像老爸听你，月目求主的月月明屏伊会听，你若死了平安，心肝也先上你，望主听堂手牵你。当我阮滴滴答来，我的心又还在。当大风轻微微散，主的手带我来滚我。世间的苦楚拢袂停，我的愿望听天天，随梦是一有心的，主的听叫翅袂反悔。月目求主的名，月月明屏
在耶稣听你，和那亲像老爸听你，为咱求求主的名，月月平平伊会听。你若是了平安，心肝也是上帝，帮助听从就看你。为吧，求求主的名，月月明平伊会听。你敢知耶稣听你，和那亲像老爸听你，为吧求主的名，月月平平伊会听。你若是了平安，心肝也是上帝，帮助听从就看你。你若是了平安，心肝也是上帝，帮助听从就看你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教阮伫地，互阮伫拄着人生的大风景时，有缘有你的引带甲扶持。虽然有时阮会失志，但是阮知，主你听咱就亲像老爸听囝儿，你的疼痛真侪咱的帮助，真侪咱的快乐。祈祷真侪咱的力量，无阁有黑暗的关系，会使摇动咱的信心。也愿阮的敬拜会使拍开天顶的大门，求你互信心清理咱的心，也求你亲自降临伫咱的中间，伫咱的教会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台湾，伫世界每一个所在。求你接纳咱的敬拜，接纳咱的祈祷。阮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。接续最后一首，咱来唱《打开天窗》。愿我活地祈祷告，路上沉淀在你面前，没有黑暗势力可以摇动我的信心。愿我的敬拜到你面前，蒙你悦纳。天使天君屈膝，夫妇敬拜在你宝座前，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，愿充满你的荣耀，
你的同在在这里，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，我们只要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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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。愿我的祷告，我的祷告，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没有黑暗势力可以摇动我的信心。我的敬拜到你面前，蒙你悦纳，天使天君屈膝，夫妇敬拜在你宝座前。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，愿你充满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。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，我们只要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们来赞美你，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愿我的祷告如香。愿我的祷告如香，哇！马上你来祷告。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愿我的祷告。现在你面前，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祷告打开天窗，愿你充满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
在这里，打开天窗，打开天窗，愿我的敬拜打开天窗，我们只要你的荣耀，你的同在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请静心来礼拜。请走啊！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咱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咱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。伊的信实到万世代，阿门。咱用诗歌来学乐上帝，圣诗152首，圣诗152首，我来调见你，
救赎我的主。我来朝见你，救赎我的主。你是我所靠，我心的救主。为着可怜我，你捌受苦痛。阮一切看路，求你来头帮，请起立并全手。咱留言徛地，用使徒圣经诚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，竟是个死败状人物。第三日对圣中倒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伫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第7篇。
相信后壁诗篇24篇，启应文第7章诗篇24篇，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属耶和华。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，治水会上耶和华的山，就是手清气，全心无误虚假。这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，这个是找耶和华的族类。城门啊，徛起你的头。永远的门啊，你着受苦气。阳光的王要入。就是大快乐、大官能的耶和华。城门啊，徛起恁的头。阳光的王要入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伊是阳光的王。阿门。这是咱搁来吟圣诗，圣诗225首。愿父上帝即时降临，愿父上帝即时降临，听你罗卜祈求声音，愿用敬虔诚实谦卑，将这圣殿奉献予你。圣诗225首，坐咧吟全首。慈悲疼痛啊，宝贝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对年头到年尾顾守阮。
互阮伫你的内面，拢会当得到平安来经过，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。亲爱的爸上帝，每一遍伫成个主日，阮自责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就是要用阮的嘴吟诗来学乐你，也要伫你的面前，搁一遍来听见上帝你圣经话命的话，恳求主垂肯圣神。临在伫阮的中间，透过圣经的教导，互阮较较当明白上帝你的疼伫阮生命内面，也求主保守照顾，互阮以爱亲近你，互阮以爱跟随你的脚步，互主你的疼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内面。但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今仔日也就是阮教会要举行中级的选举。主，伫未来4年，阮要恳求你圣神继续引带，互阮今仔日的选举，互受选的兄弟姊妹，因伫主你的面前忠心立约，甲牧师同工为着头前的路来做上好的福音的工作，伫你的面前，也恳求上帝特别看顾。互受惊的人，因一粒愿意的心回应上帝你的疼，因为阮深深知影是主你听阮，也是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儿女，也互阮众人有即款福分，伫亲近你的时，诚做你真实宝贝的囝儿。主感谢而你，阮也要恳求主你特别帮咱照顾，互阮伫受选的。中级的家庭，互因会得到上帝你的恩惠满满，伫因的生命家庭做美好的见证。恳求主特别甲阮三甲同在，也恳求圣神继续引带阮，互阮同心同意，永远敬畏你。对过去到现在，互阮拢会当专心跟随你的脚步，也恳求主你圣神。的名伫这个地区受到高举，愿上帝旨意得成，国度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引带阮的教会，互得当教会诚侪天国的记号，永远是上帝你看最好的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赞美请献歌队。
就是咱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伫圣经旧约诗篇89篇1到80，以及新约约翰福音书15章16节到20节。咱先来看诗篇89篇第1节。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的慈爱到伫永远，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到代代。因为我捌讲，慈爱要受建立到永远。你要将你的信息坚固伫天呢。我甲我所敬的人立约，对我的奴仆代笔咒詛。第4节，我要互你的护卫坚固到永远，搁互你的宝座建立到代代。耶和华，这的天要学乐你的奇事，伫圣的会中要学乐你的信息，伫空中自追为必得耶和华，大官人的证件中自追为亲像耶和华。第7节，伊伫圣的会议中是大大有威严的上帝，比一切伫伊四围的搁较通敬畏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倒落一个大官人的，亲像你耶和华，你的信息到伫你的四围。咱搁来看约翰15章16节到20节。约翰15章16节，毋是恁敬我，是我敬恁，搁设立恁，互恁去结果子，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，互恁伫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什么，伊就互恁。我用这的命令恁，是要互恁三听。世间若怨恨恁，恁知；也袂怨恨恁，已经大声怨恨我。恁若属世间，世间就听伊家己的。独因为恁毋是属世间，就是我经恁出世间，所以世间怨恨恁。恁着记得我所甲恁讲的话，讲奴仆无较大伊的主人。人若有困着我，也要困着恁；若有守我的话，也要守恁的话。以上，今仔日的讲道，自古以来，耶和华就是竞选的神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自即伫圣殿的内底，今仔日阮通过礼拜，我们会领受上帝你所予阮的一个责任，就是为着教会新的长级来做选举。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经历所要用的人，虽然是通过人的选举的动作，但是愿上帝享受你的感动伫阮的中间。你圣化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即个礼拜真做一个负责任的礼拜，互即个礼拜真做一个用祈祷来起造属灵的团队的礼拜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用你的话来安静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讲阿门。阮伫你面前祈祷，我叫所有圣名阿门。首先要欢喜，感谢咱每一个今仔倒来参加礼拜的兄弟姊妹，特别对台中倒来的咱的兄弟，参加今仔日的礼拜，就是咱表现出咱伫即间教会内底，咱同心负责任的礼拜。牧师嘛要甲恁讲，特别咱教会的青年、青少年，虽然恁要搁伫教会内底还没有投票权，但是恁参与，这就是一个礼拜。原来咱的教会选举甲外面的社会选举无共款，无论有投票权无投票权，这叫做会员大会。有责任感的兄弟姊妹，伫即种的会员大会的礼拜一定出席。就算做袂当出席，有责任感的兄弟姊妹，因一定爱请假。这就是为什么咱的教会要举办这个会员好会时，咱会公告2礼拜，就是互袂当参加的人，会通伫这个中间带倒，
嘛用负责任的心讲，牧师，我即礼拜袂当参加，但是我为着教会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教会。真欢喜，咱大家今仔日做伙组织伫即个所在。伫咱要投票进前，牧师所讲的这两段圣经，拢甲选举有关系。但是牧师要甲恁提醒，恁已经拢真知影。但是咱只不过去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过一摆信仰个别讲，主啊，阮的选择是你交代阮的责任，但是事实上应该是上帝你经你所要使用的路步。下一日，耶稣讲是我经你，毋是恁经我。阁有受经的人做路步，袂通悬过竞选伊的主人。换一句话，伫咱教会中间，无论是牧师，无论是长老，无论是执事，咱拢应该用服侍上帝的心，彼此谦卑。伫咱中间，无分官家，都只有用咱的主的欢喜做咱的欢喜，用主的心意做咱的心意。如果恁若斟酌甲回想，事实上，对于旧约的圣经到新约的圣经，有真侪故事拢咧讲起伫重要的事工顶悬，上帝经伊的路步。咱上有印象的，就是摩西受上帝所拣选。对少年，摩西就是一个真有意见、真有主张、嘛真有能力的人。所以，你若了解摩西的人生，你就知，伊伫少年的时阵，捌大发热心，为着上帝仗义直言。所以摩西是这种的人，但是直到上帝要用伊的时，上帝伫西奈山顶拣选伊。40岁的时阵，伊仗义直言，上帝无用伊。经过40年，上帝的操练，互伊安静。伫伊80岁的时阵，上帝经伊。然后对80岁到120岁，有40年的中间，摩西尽心做上帝的工人。有真侪故事拢咧讲起上帝呼召、拣选。我嘛要甲兄弟姊妹讲，今仔日咱坐伫这个所在的人都当选了，有牧师较有可能，你是形容词。咱坐伫这个所在的人，无论有做执事、无做执事，有做长老、无做长老，咱拢做上帝的囝子，叫做基督徒。因为主敬咱有分伫伊属灵的家庭的内底，最重要就是咱受敬伫这个大家庭中间，同心合意，做伙来去做上帝的圣会。我真爱今仔日的诗篇89篇。伊讲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好，有一条诗歌恁会记无？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到永远我要唱，对吧？这条诗歌真水，就是咱每一摆聚会伫上帝的圣殿，基本上咱是用学了。礼拜今仔圣经讲，伊就是圣会。就是分别最圣的时间，是上帝分别最清气圣洁的兄弟姊妹。咱做伙进入这个礼拜堂，咱伫这个所在讲起耶和华的信心，咱伫这个所在讲起耶和华的主爱，然后咱行去上帝的声讲，我要竞选，我要使用的家庭甲使用的人，我甲伊立约，甲伊的子孙立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对88年前，伫一个家庭叫做庄德明长老因的家庭，咱的教会伫德堂开始的时到今仔日，6世代，上帝经伊所使用的工人。有机会牧师甲恁分享，咱的教会是一个有历史的教会。第一本的中执会，第一本的小会记录，到即摆还阁留咧，保存了真好势，放伫咱的教会的教育馆、咱的档案的内底。
所以对头一日开会记录一直到今仔日，上帝拣什么人，拣什么人，拣什么人。咱的教会真要紧，还未牧师进前，上帝就叫3场了。所以咱教会80周年的周刊，恁倒去看，迄个中间有3个真要紧的教会开始，毋是长老，是3个家庭。陈查某就是庄德明，就是庄本入长老因的家庭。还有就张统基，就是张春礼长老因的家庭。还有庄德明长老、庄兄，上帝互咱的教会一代搁一代，愿天父上帝圣化今仔日的礼拜，互今仔日的礼拜选举是一个传承，是一个再出发，是一个重担，摕落来，甲放伫一个少年人的囡仔的身上。泰雅族有一个真水的故事。迄个故事叫做《射日英雄》，恁若捌听过的人，恁马上点头，恁就有印象。伫古早抗旱的年日，传说泰雅族讲，迄个时阵天顶有2粒日头，所以即个土地有2粒日头过头会令即个热量，所以抗旱炎热，所以呢祖先感觉强要袂活咧，所以因就派一个英雄。要去远远的所在，将迄粒日头，该射一粒落来。故事就是安尼，一个少年的英雄，勇壮年轻，但是伊知影这条路真远，伊知影伊检采无法度完成迄个使命，所以部落的耆老族长就交代伊，牵一个细汉囡仔甲伊做伙行。所以，一个勇士带一个囡仔，因就做伙勇前行，行。后来，这个勇士年老，一个少年囡仔，伊完成这个使命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故事是神话，因为我相信，一起头日头就只有一粒，因为我相信，上帝创造天。甲地，上帝做日月星辰，伊将日月星辰摆伫天顶的顶悬，然后互咱抬头仰望的时光，人算做什么？你竟然看高悬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伫上帝的面前恭敬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赏赐阮，有勇士，嘛有备办将来。要做上帝的罗卜的人，恁就是迄阵将来要接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做不了的工作的一群人。所以恁爱用清气的心，陪伴恁家己，要有好的品格，要有正直的心。因为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信用甲品格远过伊的能力。那这恁敢有同意？忠直真正伊的重要的特质受选的条件，毋是伊的能力，嘛毋是伊的社会地位，嘛毋是伊的财富。伫教会内底会当互教会受祝福的，就是一个欢喜完全尊主最大的一群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虽然阮每一个人拢有投票权，但是今仔日阮所投票选的人是通过我祈祷安静所仰望你的。主，你若看做好，毋是我选的人一定爱对。主，你若看做好，伫阮多数的人同心合意，主，你就选择你所要使用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教会这30几年来，咱常常安尼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阮100个同心合力的兄弟姊妹。咱的教会个人已经到100人，超过100人来做礼拜。但是这个祈祷是咱的信仰的前辈约翰卫斯理牧师，
伊讲求你赏赐我100个兄弟姊妹，是甚物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，是甚物拢毋惊，独独只有敬畏上帝。是咱已经有100人，但是咱爱谨慎，今仔咱所选的人，毋是即个人甲我较好，是即个人，伊堪得伫众人的中间，来代表上帝来管理这间教会。愿天父上帝照伊家己的心意，通过兄弟姊妹，咱同心的祈祷，互咱的教会一代搁一代。咱中间，我相信无人敢安尼讲，我是甚物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；我是甚物拢毋惊，敢若惊上帝。包括牧师，我嘛毋敢安尼大声侃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的民望，这就是咱的理想，这就是咱对教会的期待。至今仔日我做袂来，但是你帮助我甲阮的教会，慢慢改变。直到有一日，这间教会伫这个所在成长的囡仔，愈来愈清楚安尼坚持。这个世间的价值观念，毋是阮德堂教会的价值观念。独独，阮要用阮的上帝做宝贝。今仔日的诗篇89篇，以及这个约翰15章，这个中间拢在讲起受拣选的人。特别约翰福音第15章16节，这句话是我伫新学院早暗拢咧看的圣经节。因为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厅的正礼拜堂的十字架的边啊，就是写这句圣经节。毋是我经历，是你经；毋是恁经我，是我经历。伊咧提醒所有将来要备办家己做牧师，真侪人拢讲因献身，好亲像咧高估一个去读新学院的人，伊真高贵的情操。但是新学院，伊爱每一个伫伊面前选择行这条路的人，清楚知影。伫因也未受感动之前，上帝将迄个善功、羡慕美好的尊荣的生命，迄种的感动，放伫人的心内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陪伴咱的心。如果迄个时间若临到，上帝叫咱做伊的奴仆，咱爱亲像玛利亚讲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心尊主为大。”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所拣选的。诗篇89篇第3节讲：“我所拣选的人。”耶稣伫约翰福音15章16节讲：“是我选你们。”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有真多十字架的祭坛。上帝的确会使用咱，咱做伊的囝儿不是偶然，有名分无名分，咱拢是为主来活。愿主甲咱三甲伫地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讲圣在，圣在，圣在。选举是作世俗的政治行为，但是咱该分别做成，或者个选择。真侪一种信仰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称伊做会员好会。圣经讲，上帝伫伊的圣会中，伊伫分别做成的选民的会中，上帝有威严，伊比所有宇宙的生命更加通敬畏。愿咱常常用敬畏的心行入上帝的礼拜堂，用敬畏的心尊主最大。愿咱伫伊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愿拢是你的奴仆，奴仆袂当管过主人。我嘛要提醒兄弟姊妹，如果今仔日你若受交代，伫过来4年做上帝的奴仆，请你会记得，毋通行伫上帝头前。
我搁讲一摆，上帝的罗网是军队上帝的脚步，互上帝做头人，互上帝来掌管教会，互上帝来引导教会。每一个受选的人、受交代的人，最重要的责任，15章20节讲，教示人遵守上帝的话。中一个教会内底，第一，听羊群；第二，结果子；第三，就是用性命来见证，咱遵上帝的话，做咱脚前的灯，做咱路上的光。自古以来，伫上帝圣洁的选民的中间，拢是上帝拣选人。也这你愿意吗？若有一日上帝甲你讲，你日子行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，也这你愿意甲耶稣讲阿免吗？原来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无论你交代我什么种的积分，我拢感觉极其欢喜。有名分无名分，主，我永远要为你来活。所以这段话咧讲起受拣选的人有3种的工作，伫今仔日咱这个圣洁的团体内底。约翰福音15章17节讲，恁着彼此相听。15章16节第2段，伊讲恁着爱去结果子，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。所以中级上少有这3项，就是用听来连接上帝的教会。第二，用生命来做见证，然后互人通过你的祝福，因着真侪新结出的初熟的果子。第三，常常为了教会做守望祈祷。愿主甲咱三甲弟弟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勇敢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阮12个，毋是100个，12个忠心。咱的教会嘛毋是故意的，啊嘛毋是凊彩。咱的教会对几年前，咱就开始有5个长老、7个执事，凑拄敢加起来都12个，亲像耶稣的学生有12个。这是一个真水的数字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。这12个人，伊应该爱亲像圣经的记载，诗篇89篇第6节，因伫上帝的正经字的中间，因特别亲像上帝。阿们嘛？伫咱的中间，咱要经真正真心真力。要学习耶稣，亲像耶稣，亲像天父上帝。咱用这段圣经来做咱的祈祷，讲：主啊，阮中间每一个人拢要亲像阮的主耶稣基督，包括今仔日受拣选的、受交代这12个人，因拢要拼命尽力活出耶稣基督的形，照着圣经的教示讲。因伫上帝正经字的中间，要亲像因的老爸天父上帝要化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，愿咱的教会谨慎持守，互约翰卫斯理牧师伊的祈祷，名正做咱恭敬的祈祷，经出心中的人，听上帝、敬畏上帝的人，咱经出。听上帝、敬畏上帝的人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，毋是啥物人叫你投票啥物人，啊，你就照安尼去投票啥物人，是你心中圣神感动你，然后咱看见，伫咱中间，什么人是上听上帝的人，也这无简单的一种的。邀请，但愿上帝圣神帮助恁，咱的教会彼此相听。恁中间有人甲我讲，牧师拜托你，莫甲我的名放伫受选的名单，
我只有答应刘克龙老师，剩的拢无答应。我有较偏心无？无，因为这是责任，毋是牧师说了算，对吧？也这毋免惊。如果上帝若要将大头放伫你的肩胛头，日子如何，力量就如何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每一个人拢听一间教会，每一个人拢伫这间教会用敬畏上帝，咱同心来去做上帝的教会，互这间教会会通堪得叫做圣会。顶礼拜我嘛有甲恁讲，这本册叫做啥？圣经。这间礼拜堂叫做啥？圣殿。啊，咱这群人叫做啥？圣会圣徒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，咱无一个人例外。对今仔开始，咱拢用清气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咱伫伊的面前恳求上帝。咱同心讲，上帝，阮愿意，你做决定。主管愿意，你做决定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掌管，兄弟姊妹，少用自己的方法。我伫恁的面前，我敢讲，伫这个方面，我有持守我的原则。我真少用我的语言去影响恁。刘牧师，你拢有讲道，是。我希望讲道的圣经影响恁，毋是我个人的人际关系影响恁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知影，使命比荣誉感更加重要。这礼拜牧师有伫咱的赖族群用提摩太前书第3章，互恁做代祷。兄弟姊妹，伫迄个所在讲起，人若羡慕善功。迄段圣经有两种的意思，第一种叫做荣誉感。兄弟姊妹，咱愿意背十字架有荣誉感，这是好的代志，免歹势。一个人愿意伫上帝的教会讲主啊，我愿意，这是好的代志，因为这是一个咱对这个神圣的这份一种的尊重、荣誉感。对今仔日到将来，咱来永远保持，因为敬畏上帝有这种的荣誉感。但是，佫有另外一种的意思，羡慕善功的意思，就是我愿意着磨，我看上帝交代我的工作最重要、最水宝贝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亲对耶稣。圣经记载讲。伊取了罗卜的形象，伫教会耶稣讲，什么人要做头人，伊就爱先做服侍人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减少用咱的方法，较济用耶稣的方法，互咱的教会是一个敬畏上帝、尊重圣会、尊重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是一群福气的人，咱受上帝的拣选。耶稣讲，恁就要完全亲像恁的天父上帝。咱是受上帝所拣选的人。今仔日，咱中间嘛有12个人要受交代，请会记得。当上帝将迄个十字架放伫恁的肩胛头的时，第一，爱过圣洁的生活；第二，爱有正直的心；第三，爱因为听上帝，听上帝的教诲；第四，凡事诚实。这就是上帝的本质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人祈祷的上帝，但凡听到你的话，我要恳求圣神来主持今仔日的选举。我要将下面一个过程
对主你讲，主你掌权，主你选择，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吟圣诗，准备来做咱的会员好会的选举。咱来吟圣诗。用圣诗305首来应答上帝的听。我活是为基督，我活是为基督，死得利益有福。我的心望主的国，做你尽忠劳碌。圣诗305首，请起立念全首。准备奉献。咱奉献了后，咱就要进入会员好会，咱来请这个音控的同工，咱的直播就暂停，咱进入会员好会时，迄个直播系统咱就暂停。